那么下面就是说这个顶礼金色庄严佛，观不言作无论比啊，就无论比一面二比加佛做压低，做压低，因等次因，加持上是救助是加持佛法变形身。它这里面一个颂词呢，就是后面有两句，就是加持上去，上师呢就是长久住是加持这个，这个佛法呢。遍地这个心圣就是有这么一个，前面呢，这个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定义，这赞颂记吧，就是这个是我们的那个里面没有，就是那个什么说啊，就是那个这个16个阿罗汉当中没有，就是首先呢，就是定义就是非常这个庄严的这个金色的啊，就是具有相好和这个具有相好圆满的这个本师这个释迦牟尼佛，这次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教主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么释迦牟尼佛的这种身相的话呢，就是视而不言，就是那么何时看到我的这个是确实有这种感觉，就是不管是从小的时候也好，现在也好，在任何时候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种这个金色的这种佛像啊，就无比的欢喜心，就是到任何一个地方啊，所以实践当中的可能人呐、这个事物啊，任何东西都是没办法比，就是这一点也许是自己的善根，也许是可能每个人都是这样吧，就是应该说是这个佛像的话，无论是在哪里，就是一看了以后啊，就是真的是无比的这种欢喜，就看了以后的是就是没有这种满足的。那么他的这个不管大悲也好，智慧也好，还有这个能力，就是度化众生的能力等等，就是在世间当中是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就是这一点呢，我们并不是自赞自夸啊，就是应该说是有很多的依据和证明。在其他时候呢，我也就是在不同这个地方呢，就是也已经这个说过，不在这里光说。那么他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形象呢，是这个一面二臂，就是家父做的啊，就是生家父做的。那么他的树影呢，就是有时候呢，就是做这个压地树影，就是我们平时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就是所有的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呢，就这个压地索引。然后做书的话呢，就是做这个灯次印呢，就是做这个餐厅，就是灯次印，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这个佛的这种声响的话呢，是这个无比的这个庄严呐、就是这种庄严呢，就是以前就是在这个历史上的话呢，也可以这个说明，比如说这个佛法这个佛法藏因缘记呢，佛法藏因，应该多想一下那个，就这个句什么那个多看一下那个佛想好一点，好吧？不要看我啊。这样的那个所以对，不然大家很生气，一下子很庄严的圣像就换成了人像。这边是这个藏传的，那边是这个汉传，就是乾隆一体里面就是那个啊，每一个以后的两种图像，你们自己详细看。然后我们就是最好是能做成这样。那么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就是说它是那个就非常的这种庄严呐、就这种庄严的圣像呢，我可以讲一下这个这个佛法藏因缘记里面呢，就有这么一个简单的这个公案呢，就是说是在佛教历史上特别伟大的，有个叫做是这个优婆居多啊，就是优婆居多，优婆居多是我们就是这个无相好佛，就非常著名的，大家也知道，他具足这个三命六通啊，就是一切的这种功德呢，就是皆为这个圆满，但是他呢，佛陀这个涅槃以后，就是大概可能是接近是不是100年左右啊？就是在那个时候这个出世的。然后他自己呢，就是对这个佛陀的这种法身，就是他佛陀所讲到的这种心地法呢，有所这个证悟。然后就是他自己认为是佛的这个法身呢，就是他已经见到了，但是他特别伤心，就是没有见到了非常佛的这个庄严的这个圣像啊，就是庄严的这个圣像。然后呢，就是去这个到处都去打听，就是很想就是谁见过这个佛陀的真正的这个庄严圣像。后来呢，就是打听到有一位比丘尼，就是他是这个住世120年，就是已经这个就佛在世的时候的是已经在世的，就是就这么一个比丘尼。然后他呢，就是去找这个比丘尼啊，就是找这个比丘尼的时候呢，当他进去的时候，在他的门口上呢，就是有一桶油啊，然后这个一桶油呢，就是要接近满满的。然后他进去的时候呢，不小心就是这个优婆居多呢，就是他可能唯一不是特别的这种这个入法吧，就是他可能
胯部比较粗糙啊，然后他的这个衣服就借助到这个釉啊，然后呢就稍微就是溢出来一点儿，然后他进去以后呢，就是他就问那个比丘尼，就是听说是你是那个就是这个已经亲自见过佛陀的人，就是我是没有这个缘分，就是真正见佛陀的，但我很想了解，就是当时佛陀时代的时候的这些这个出家人的位移啊，就是这个比丘的位移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当时比丘尼呢，就是告诉他，就是说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应该可能跟这个现在是完全是不相同的啊，就是那个时候是跟完全是不相同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调皮的，就是不听话的六群比丘。六群比丘的话呢，就是当时佛教团体里面应该是他们是位移是不太好的，但是他们也是一般就是经常到我这边来的时候的话，那就是我这个门口上的这个就是这个釉啊，就是钵盂里面的这个釉的话，那就是从来都不会就是借助它，就是就不会就是就移到这个下面的。那么更何况说是其他的这个比丘的这个位移，就是跟他。这样就是这样了，当然就是他说是现在魔法时代呢，就是这个一代不如一代，就也还算是这个可以的，就是，然后他我知道了，就是那个时候确实是佛陀时代的时候的那些这个出家人的这个威仪是确实很亲近的啊，就很亲近的，所以这一点呢，我等会儿说吧。还有，然后他就提了就是第二个问题，那么就是佛陀的这种圣像呢，就是怎么样的这个庄严呢？就是这种这个听说是非常这个庄严，它具体是怎么样？就是可不可以给我就是说明？就是然后当时这个比丘尼呢，就是他说其实我当时呢就是有一次就是我刚刚就是满20岁，就是然后我准备嫁出去，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图上呢有一个金子做成的一种装饰品，就是叫做金钗啊。那么金钗呢就是不小心就是可能现在的一些这个城市里面的女人的一些这个什么夹头发的那叫什么啊？就是那个。那个贴丝一样的那个，就是可能是那种图式吧，就是那种呢，就是他不小心就掉在那个草丛里面，就是然后这个草特别茂密，就是很，然后他就怎么找也是找不到，就是通过灯啊，就是通过很多的，就没有找到，就刚好那个时候呢，就是佛陀就是出现，佛陀这个出现的时候，佛陀在路过的时候呢，就是那么佛陀的这个身上的这些金光，这个闪闪呢，非常的这个庄严耀眼夺目，然后呢，就是整个照射，而且呢，就是所有的这些事物的话呢，就是看的这个清清楚楚，就是非常的这个清晰。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前面就是费了很大的功夫也照不到，但是那个时候佛陀一路过的时候呢，以佛陀的这个光芒呢，就是原来我丢失的这个在草丛里面，就轻而易举的照到了我的这个图示。后来呢，因为我一次而这个生起极大的这个欢喜心呢，我那个时候开始已经这个出家了，就是那么这样一说的话呢，就是当时这个什么这个优婆居多啊，就是优婆居多的话，那就是他也这个知道是啊，就是佛陀是怎么样这个庄严的，佛陀的这个真正的这个弟子的这个威仪呢，就是是什么样的。所以说现在我看就是从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个是确实是佛陀的这种庄严圣像呢，现在的这个世间人和人的事就是没有办法比的。有些年轻人的话呢，我今天看到一本书，就是然后就好像有一个人就是好像把释迦牟尼佛看成一半的一个人一样，就是特别可笑，就是然后他就写几个格言，就是然后他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就是然后什么什么真理是什么什么，然后下面是就写上自己，就是我是这个什么中国人，然后呢有写上这个印度的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印度人，就是然后有一些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一句话，就是释迦牟尼佛印度人，好像他和那个另外一个还有爱因斯坦，是美国什么这个英国人，就是他写真是好像写也写错了，就是他说。这样的话呢，好像现在人呢就认为是自己也跟这个可能佛陀啊，跟可能这个爱因斯坦呢，就是爱因斯坦跟佛陀相比的话，倒是有时候我们可以看看那个所谓的佛经的这种内容啊。说实在的，就是说有时候佛陀的这个功德不知道的这些人说起来的时候呢，就经常认为是佛陀是一个比较出名的一个人物，就是他相当于是现在的一个什么国家总统啊，一个特别出名的一个明星啊，或者是一个文学家，像这个什么这个。鲁迅呐，就是或者说是郭沫若啊，就是像这种人，就那这样的话，真正是对这个佛陀的。如果我们就是说这些话，你认为是就是这是你们佛教
头就是自己这个自乐自夸的话，那就你可以打开看看，就是大藏经，你可以看看这个佛陀的所有的这个经典教法，就是那是不是他是一般的世间的人一个人呢，就是更相提并论啊？所以有时候。这个佛陀的这个庄严和威仪的话呢，的确也是我们就没办法，就是他真的也是这个观不言作，就是所以现在这个魔法时代的这个佛教徒啊，就刚才这位这个老比丘尼这个说的一样的，有时候呢，看别人也是这样的，看自己也是这样的，因此这个无论是这个出家人，就是在家人，就是希望在一方面就是唯一上呢，就是一定要这个注意，否则的话呢，就是有时候我这次这个出去啊，就是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听到一些不太这个如法的一些，就当然一方面是魔法时代，就是这也是正常现象，但另一方面的话呢，可能有些人的这个出家呢，就是并不是真正的这个处理性，就是有一种暂时的一种这个可能一种这个忧愁啊，就是逼迫啊，就是这样以后出家，然后这个忧愁就是慢慢就是没有了以后的话呢，就是行为就是也是这个就是已经这个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包括有一些居士的这种行为的话呢，就是比较这个不太很如法的，所以说这个行为的如法呢，就是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就包括有些这个穿着啊，平时的一些这个言语啊，就是一切的这个行为，否则的话呢，有些人是你穿了这个出家衣服，但是你的行为没有这个学好这个戒律的时候呢，那跟这个释迦人没有什么差别。这样以后的话，这些在家人呢，就是分别点非常重的，就是他们应该看的功德呢，比如说一个出家人呢，本来他这个看破万缘，看破一切，然后他就这个做到这个什么，就是做上这个僧尼呢，披上袈裟啊，就很多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些功德呢，他不去管，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比喻一样的，他就非要把他的一句话，他的一个行为不如法的地方呢，然后把他就是判为这个死刑了啊，就是如不如法，就是他当时说了这一句话，哇，他看他的眼睛都是咕噜噜噜的转，就是所以肯定是不如法的，就是如何说，他就只是看到一点一滴来，就是然后呢，就是哇，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出家人这样的话，那全世界的所有的出家人应该是跟他没有什么，因为都是出家人的缘故，就是所以有些人还是这个。也这个比较这个盲目的这个造业的现象也是有的，所以我们一方面呢，当然有些人是他自身的一些烦恼和自身的一些邪见导致的，就这个是我们没有时间就是一一的捉破它。但是呢，有些时候的话呢，我们就是自身的一些这个行为也好，就是违意也好，或者说是有些言语而这个导致就是让别人的三根就是毁坏啊，就是也有这种情况的。因此呢，就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大家在行为上是平时要值得这个注意，然后呢。就是这里呢，就是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这个祈祷，就是顶礼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庄严的这个身相，然后呢，就是以这个释迦牟尼佛为主的释放这个所有的未来、过去、现在的这些诸佛菩萨呢，就是加持什么呢？就是世界上的所有的这些这个上师们，对弘法利生真的是有利益的，就是这些上师们呢，就是让他们就是永远的是住在这个世间当中，就不要涉及世间当中的就是特别盲目可怜的这些这个众生。然后呢，同时也是我们用诚心的去这个祈祷，就是佛陀。那么佛陀呢，就是有无量无边的这种力量加持什么呢？就是佛的这个教法呢，就是在实践当中就是没有片段的，就是各个地方呢，让它这个心生。其实我们众生的共同的这个发愿，心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就说实在，就是有时候就我们这个实践当中的表面上看到很多就是水的这种力量啊，或者说是这个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什么空气的力量啊，但是真正的这个心的发愿力是更大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呢在座的就是所有的我们这共同学习的人呢，就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想就是祈祷就是释迦牟尼佛啊，这祈祷释迦牟尼，实际上的所有的这些这个大德们呢，就是哪怕是他们住持1个小时，住持这个一天，法王如意宝以前也是讲过，就是他说是他对这个某某就是捞这个大德啊，就是他的是现在年龄很高了，不一定要住持很长时间，但是这些大德的话，哪怕是住持1天的话呢，也对这个知己或者是见解有无量的这个众生呢，有极大的这个利益。所以说呢，我想我们这个很多人呢，就是平时的是要有这样祈祷，就是这个师尊呢，就是让这个实践当中的这些大德们，就是要这个长久住世，就是要发愿。然后我们的这种佛法呢，就是
就是在实践当中越来越兴盛的时候，终身呢就是一定会是安宁的。那么终身安宁的话呢，那么可以说是整个这个世界和平啊，就是那么一切这个风调雨顺啊，就是都自然而然就是形成一个特别美好的这个家园。所以说，我们就是平时这样的祈祷就是极为重要。